整个协商的过程，为什么在政治上遇到障碍？除了两岸长期以来的信任问题以外，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，他不希望制造说我们中华民国国民，我们把他接回台湾是撤侨，他就是要抹除外界认为说好像跟其他国家一样，这个撤侨的这个意向，他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个意向，一直在这过程中多方的政治刁难，对不对？我想我尊重委员的看法了。我们未来，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，我们就停止跟中国政府协商了？我们未来是不是还有可能进行跟中国政府进行协商，再以类似第二次的方式，这样子的再从武汉起飞，这样子的包机方式有没有可能？包机我们当然是继续在协商了，继续协商嘛。同样的包机再继续协商。所以如果中国政府释出善意，未来有可能很快的就有再有一班武汉的包机嘛？因为他没有解封嘛，对那些人你一定要用包机才有办法接回来嘛。对。武汉以外的湖北，那我们看到昨天跟今天的这个模式，我想不要用包机啦，因为这个用指定航班啦。指定航班的方式，就是说事实上。他们也配合了，坦白讲，最后他们也配合，让我们用这个方式回来，这个也要谢谢他们了。我们希望大家把国内的防疫做好，是，我也希望，所以也照顾他们的健康的部分，所以配合我们整个防疫的措施。那用专机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检疫。那请问他们可不可以？这样子的话，对他的健康也好，对国人的防疫也好。都是兼顾的，这些我们都肯定。请问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请你回答我可不可以？任何一个国人回台啊，所以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国人回来。所以如果但是要配合整个防疫的相关的，当然要配合防疫啊，入境要做14天的居家检疫啊，这个都一定要。现在每个人进来都要。是，请问我是一个滞留在湖北，不是武汉哦的台湾同胞，我现在可不可以自己坐飞机到厦门？然后我被你们注记哦，我可以坐飞机到厦门，自己坐飞机回到台湾，接着配合后面所有的检疫，我可不可以这样做？可不可以？这个当然可不可以？刚刚委员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回答不出来？刚刚委员讲的那个情况，你还是要看厦门市它的相关的规定。你管厦门市，你先告诉我中华民国主不主他入境。他能不能出境是中华民国的事。还是希望他是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，你不要一直跟我绕圈圈，浪费我的时间然后用专机的方式一起进来。我要一个答案而已嘛，我只要这个答案嘛。我到了厦门被隔离14天后，我可不可以回到台湾自由的坐飞机？不管我是要坐早上还是晚上都可以嘛。他要提出申请。提出申请你们会准哦，这个公告哦，提出申请会准哦，会不会准？申请会不会准？提出申请，我们会就个案的状况来做研判。个案的状况又要什么研判？我们当然要站在防疫的角度，看是有没有看是不是有没有信仰台湾价值才可以回来是吗？错了吧？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根本就是歧视在湖北的台湾同胞，没有，完全就是双重待遇，他们根本连次等国民都不如。你这样讲，我觉得为他们感到很委屈啊。